好啊，嚟到呢個章節最後部分啦，就係講從系統名稱寫出佢嘅結構式。咁即係話題目上高俾個名你之後咧，你要畫翻個結構出嚟。咁點樣做咧？咁啊，書裏邊詳細講翻啲解題策略啦，咁啊一齊去睇啦。譬如個題目而家要求做啲乜咧，就問你呢個問題：寫出甲基丁儀器嘅結構式。留意翻啦，個名裏邊就好似好長啦，咁我哋分開幾個部分先啦，由後邊開始睇。首先佢係要講關於乜嘢咧？係一個氣，即係個官能基係碳碳相結。咁而呢個碳碳相結喺第幾個位置咧？係喺第二個位置。咁而呢個碳鏈嘅長度係幾長咧？係有4個咁多，4個咁長啦。咁所以我畫嘅時候點樣畫咧？就先畫嗰個碳鏈嘅長度先啦，有4個。畫完4個碳之後啦，佢排喺第二個位啊嘛，嗰個氣，咁啊第二個位。好，畫完晒之後，下一步啦，睇埋個即係主鏈已經有啦，咁呢個有支鏈，支鏈係甲基。咁留意翻甲基位置只可以擺喺第二個位啫，咁所以你就寫翻甲基。好啦，最後啦，呢個結構完整未咧？就未嘅，要加翻啲 H 落去，加翻啲 H。咁啊，照加翻啦。咁我哋加幾多咧？咁樣留意每一個碳咧，其實係俾4個共價鍵圍繞住㗎。一個碳俾4個共價鍵圍繞住，咁即係咩意思咧？譬如呢第一個呢個碳啦，佢周圍有幾多個共價鍵咧？係有1個、2個、3個、4個，得唔得？留意係唔會有5個共價鍵嘅，一個碳係得4個共價鍵啫。咁碳碳相結嗰度點樣算咧？咁樣照數嘅啫。呢度有呢個碳啦，有1個啦，2個。碳碳相結係計2個嘅，3個、4個。咁所以呢一個碳咧都係有4個嘅共價鍵嘅。咁所以補 H 嘅時候，千祈唔好亂咁補啦。咩叫亂咁補咧？即係有啲同學仔見到，係喎，有位咪加 H 咯，一加呢個位。得唔得咧？就錯啊！點解咧？因為如果你咁數嘅話，個碳有幾多個共價鍵啊？就有1個啦、2個啦、3個、4個、5個。係啦，5個係唔得嘅，所以係錯。所以記住呢啲位啦，千祈唔好錯呢啲位置啦。咁啊，變翻嗰個啱嘅位置啊要。好，補完晒之後啦，咁呢個結構咧叫做甲基丁儀器咧就完成啦。咁你話唔係好中意咁樣撐開晒啲 H 出嚟喎，咁我又點樣畫咧？咁樣又再示範多次啦。首先咧佢係一個叫做丁儀器先啦。咁個甲基啱啱都寫咗出嚟啦，呢個係甲基。剩翻補 H 點補咧？頭尾通常補3個 H 㗎，3個 H。好，補完之後中間位啦。咁你第一個碳呢度係有1、2、3、4啦已經，咁所以嚟講就唔使特別補。好，第二邊呢個碳啦，呢個碳1、2、3揸個 H 啦，就係呢個位啦。咁所以就 CH3、CCH3，跟住就 CCH3，就是這樣啦。好，由個即時練習睇睇啦。即時練習呢個細位啦，佢就問呢嚿嘢比較長啲，232。甲基謀儀器都係一句，先睇嗰個主要嗰個鏈啦，叫謀儀器先。咁所以都會係講啦，謀即係幾多個碳咧？有5個碳。咁個氣喺第二個位，呢個叫第二個位啦，謀儀器。好，補完咗嗰個主鏈之後啊，再補剩餘嗰啲啦，232甲基，之後2個甲基。第一個甲基喺第二個位度，第二個甲基咧喺第3個位度。咁咧就叫232甲基啦。好，下一步啦，最後補翻啲乜嘢啊？補翻啲 H 位啦。頭嗰個係1個 H 啦，咪3個 H 啊，CH3、CH3，中間位嗰啲就係 CH2咁樣。好，補完晒之後望一望啦，嗰啲 H 位有冇保留啦？係啦，就冇保留啦。咁啊 CH3 啦，跟住嚟講就係CH2、CH3，就是這樣啦，已經補完晒啦。好，然後到下一條啦。
呢一個咧就啱啱嗰個即時訓練一個答案啦。佢將啲 H 叉開晒咁畫啦，咁都係嗰句啦。咁有陣時你如果唔中意叉開晒咁畫，但當然初頭學就叉開晒啦，慢慢學嘅時候就縮埋去咯。咁如果我就叉開晒咁畫，咪將某部分都去縮咯。呢個位就變咗 CH3，呢個位又係 CH3，我呢度寫 CH3 啦。咁然之後輸呢個答案多咗 H 啊，唔知點解佢畫多咗。好，繼續落啦，隔離呢個啦，又 CH3，跟住嚟講就 CH2、CH3。留意翻呢個結構樣同我之前畫過嘅都係一模一樣，即係同我上邊呢個都係一模一樣嘅。咁佢輸印答案都印多咗 H 出嚟啦，咁呢個就唔係幾好啦。好，然後再睇埋個課堂練習啦。嗱，課堂練習有幾個啦，就以下嘅碳化合物嘅結構式，有 A、B、C、D、E，咁我都會同大家示範點樣畫嘅。好，第一個叫做二氯丙烷。嗱，第一步都係集中睇個主鏈先啦，佢叫丙烷。咁叫丙烷嘅話，起碼有幾多個碳咧？就3個碳。留意翻啦，烷係冇相見噶嘛，乜都冇噶嘛，咁所以嚟講就已經完成咗啦。好，跟住到2氯，氯擺第二個位咁樣。但係我嘅睇法嚟講，其實個氯就唔使話俾人聽擺邊度，因為得一個位可以擺，所以叫氯丙烷都得。好，剩翻加啲乜嘢？加翻啲 H 啦，頭尾係咩啊 ？CH3，中間呢個位呢個要加 H 噶嘛，我都會縮埋落去畫啦 ，CH。所以最後嘅畫法嘅樣啦，就變咗呢個啦，係啦，頭尾 CH3，中間 CH 嘅上面 C 嗰度，用隔離呢個畫法都得 ，A 呢個畫法相同㗎，係啦。好，畫完 A 之後啦，叫畫 B。好 ，B 呢個叫做乜嘢啊？叫錆一烯。嗱，畫法都係嘅，先畫咗個主鏈先，1、2、3、4、5。咁烯第幾個位啊？第一個位，咁所以叫錆一烯。好，畫完呢個之後，畫埋個支啦。第二個位係有 CH3 甲基。好，基本已經畫完啦，最後加翻啲乜嘢？記唔記得？加翻啲 H 落去啦。咁你可以用呢個方式去加都得嘅。呢度 H， 呢個 H， 呢個咧就 CH2、CH3。咁當然你頭呢個位就唔叉開兩個 H， 咁樣縮落去都得。就係咁樣畫啦，叫 CH2， 所以就完成咗啦。咁你可以用呢個畫法都得嘅，呢個畫法一樣嘅啫。一開始呢邊 CH2 啦，跟住碳碳相見啦，跟住有個支鏈甲基，然之後啦就 CH2、CH2、CH3，留意 CH2、CH2、CH3，我將佢縮埋一嚿畫嘅啫。好，跟住到 C 部分啦 ，C 第一步都係睇啦，佢係丁酸先，丁酸。咁我寫上邊啦 ，C 丁酸。呢個酸啦，丁即係幾多個碳咧？4個。你4個碳裏邊係包括埋 COOH 個 C 嘅。好，下一步啦，係二甲基，甲基擺第二個位度，所以呢度有 CH3。好，最後啦，補充埋啲 H 位啦 ，CH3、CH2，就是這樣啦。咁畫法一樣嘅啫。睇翻 C 呢個答案啦 ，COOH 喺度啦。兩個嘅基團啦，然之後啦，呢個就 CH2、CH3。好，跟住落嚟啦，就睇埋嗰個 D 啦。嗱 D 呢個咧就叫丙132醇先，咁都係啦，照畫嘅啫。丙132醇，丙3個 C， 第一同第三個位有個醇，醇係 OH。所以呢個就已經係啦，丙132醇個樣啦。好，畫完丙132醇之後啦，睇埋有啲咩支節位啦，即係外邊嗰啲2氯，即係呢個位2有個氯喺度。好，最後再將啲 H 加埋落去，加啲 H。呢個位可以加兩個 H， 呢個位加一個 H， 呢個位加兩個 H， 所以呢個就叫丙132醇。咁當然你可以縮埋一嚿去畫嘅，畫翻 OH 啦，嘅 CH2、CHCl， 跟住就 CH2， 跟住就 OH。
翻靚啲先啦。好，咁啊完成咗啦。好，跟住落嚟做 E 啊。E 係乜嘢咧 ？E 係叫做丙二烯一實。嗱，留意啊，佢有兩個嘅官能基啦，分別係有碳碳相結同埋有強基。烯即係有 C 相結，即係碳碳相結。純即係有強基 OH。咁留意翻啦，佢有幾多個碳？有3個。所以 E 嗰個咧，首先係3個碳先啦。強基係第一個位啦。另外啦，第二個位係有一個叫做咩啊？有一個叫烯。好，基本畫完晒之後啦，咁啊冇支鏈啦，咁啊最後補翻咩咧？補翻啲 H， 1個、2個、3個、4個、5個，所以就係咁嘅樣啦，就叫做丙二烯一實。咁當然你可以縮埋一嚿畫啦，就 CH2 相見 CH2OH 都得，就是這樣啦。好，到呢個延伸學習啦。嗱，延伸學習講埋其他啦，講埋嗰個叫缺烴啦。其實缺烴嗰本書一開始冇講，但係實有陣時無啦啦考試都會考嘅。缺即係咩意思咧？都係不飽和碳氫化合物，但佢係有乜嘢咧？碳碳三結，碳碳三結。咁佢通式就係呢個啦 ，CnH2n 減2啊。咁有乙烯啦，有丙烯同埋有丁一烯。咁留意翻係有碳碳三結嘅。好，除咗嗰啲直鏈之外啦，亦都要知道啲環狀啦。咁呢個下邊顯示係飽和嘅環狀啦。留意啊，第一個叫做環丙烷。嗱，諗法都一樣嘅。首先佢有幾多個碳咧？就有3個碳，有3個碳就叫丙烷。由於呢3個碳以環狀形式去表達，即係呢個圈咁嘅形式啦，所以就叫環丙烷。好，跟住有幾多個碳啊？4個啊，所以叫丁烷。以環狀形式表達，所以叫環丁烷。嗱，個環咧攞熒光筆去就可能會清晰啲啊，即係成個圈咁。好，跟住下一個啦，戊烷、環戊烷。最後就己烷，以環狀形式表達就叫環己烷。嗱，佢通式係 CnH2n。留意翻啦，烷係唔含官能基㗎，咁呢都係啲簡單嘅環狀物啦。好，第呢個2.1、21.11章都講完啦，咁啊後邊有好多練習嘅，咁大家記得自己做多啲練習啦。